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大总统上任8个月尾，头一届邀请5年院长来总统府讨论国家大事交换意见，下晡3点会正式开始。高雄连环杀人案，警方今仔带嫌犯登去处理来进行犯罪模拟，嘛准备要乌便所的化粪池来勘验。今仔透早受到寒流影响，苗栗的三湾只有5.2度。今仔明仔载早暗的温差会真大，有气象专家指出讲，今年是最近8冬来上冷的一冬。来看高雄的连环命案，嫌犯亲像是伫徛街开始杀的查某人哦，也毋过这个姓张的嫌犯，佫还未认罪。今仔早起，检警嘛第2届去嫌犯的厝里来勘验，嘛带嫌犯做伙登去处理。警方嘛各地在镇定和佮高雄的港区敲找遗体，嘛继续来找找证据。昨天是收到有一个左手掌、右脚掌以及2块10乘以10公分的那个人体组织，我们已经送到士兵那边有等待化验。那今天我们的搜索重点还是摆在这个金拱桥下这个丢包这个附近还有这个港区的25、26、27号码头这边的船屋。警方已经获得20外地的组织，经过比对，嘛符合2个受害者。今仔早起检警嘛带嫌犯登去处理，来进行犯罪模拟，嘛按什么污化粪池还是排水管。伫今仔早起11点，嫌犯登去处理，面对媒体的询问伊是头家家，拢无讲话。再来看高雄的连环杀人案目前有找到部分的遗体，警方嘛怀疑讲佫有部分的遗体可能已经互嫌犯当作粪扫弹掉，咱嘛去另5个焚化场来追查，嘛考虑讲要乌嫌犯处理便所的化粪池来进行调查。警消人员在树林村阁出发，找高雄连环命案的遗骸已经第4天啊。专案小组找到继续锁定前镇河地块暗沟，往高雄港甲25、26码头方向继续找到包含倒冰箱底、加架平卡盘这4地遗骸。也有指出有另外一名女性那我们昨天已经制作过笔录证实她是平安的听讲市长的嫌犯本来也锁定第4个目标，警方证实并且讲这当事人确认是平安的。有嫌犯互抓到了后，一直无承认犯行。检察局长进行亲身问案情，也互这个嫌犯来呛声。虽然他矢口狡辩、抵赖，但是他还是逃不过铁的证据。局长讲，正完成比对遗骸，大部分是第3案着啉的婚姻人。另外有一块胸坎的残骸是属第2案4张的婚姻人。第1案嫌犯的兄嫂也要找到遗骸。8年级司法警政系统的专家讲，若实找到重要内容，希望有机会以嫌犯住的所在废料，也有这遗骸来证明嫌犯犯案。极大量的血迹足以致命，或者说部分遗体用这个方式来做证明，或者其他被推下断崖或推到海里面相关的基证的话，也可以证明说他已经死亡，应该就可以达到这个起诉的门槛。这个案子比较好的就是它有影像，又找到内脏等等这些，基本上就活不了了嘛。在室内又找到有血迹，我想这样的一个关联性，那就看检察官、法官对于这些基证的串联。警方怀疑嫌犯也可能经由粪扫清温来去伫尸体下晡到林木焚化厂来清查。专家讲，第1案时间较久，搜证困难度较悬，若找无可能影响到起诉甲判决。警方讲会扩大来清查，后续无排除加嫌犯徛街化粪池乌开，希望找到更加多的事证。记者综合报道。下晡3点，赖清德上任8个月尾头一届邀请5院院长来总统府，要来针对国家大事交换意见。总统嘛已经带5院的正副院长进入大礼堂，目前总统堂的致辞，咱嘛做回来听看卖。万事兴，持续壮大台湾，也为区域及全球带来和平繁荣。透过今天的国政会商，我希望向全国乃至国际社会传递一个明确的讯息：无论是外部风雨、内部纷争，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推动国家大步向前。让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大家。谢谢总统，请总统留步。
这届的会谈有5位正副院长，包括行政院长杜英泰、立法院长韩国瑜、司法院的代理院长谢明阳，还有科技院长周凤宪、监察院长陈菊，因为身体因素由副院长李鸿钧出席。大家会来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面对美国的新政局，台湾是要安怎来应用，来做讨论咯。另外，针对立法院的宪诉法、选罢法、跟财委法的修法，还有总预算提减的争议，引起罢免立委的风潮。嘛，望讲会当透过5院的沟通来交换意见，突破困境。会谈伫总统致辞了后，会送礼物，翕相了后，就来展开关门的会议哦。再来看总统赖清德邀请5院的院长来讨论国政，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质疑讲，这个时间甲做法咯，拢可能是故意要创敌立法院长韩国瑜。也毋过，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是强调讲，总统府方面有甲韩国瑜来讨论开会时间几啊改，嘛强调讲时间的安排甲选罢法是无关系。甲考试院长就奉献压手致意，总统赖清德70早起主持考试院正副院长、考试委员、新任行政院政务人员甲驻外大使宣誓典礼。下晡，大总统美国邀请5院院长伫总统府会上国政，暗过时间点拄好伫选罢法复议案处理进程。国民党立委质疑，恐惊会互立法院长韩国瑜暗中来刁难。会担心总统府可能出的奥布就。他不给咖啡啊，他就说啊，因为砍预算啊。今天下午我们很担心的，就变成5打1啊。绝对没有跟选罢法的复议案有任何的关系。总统府是多次的来跟韩国瑜院长对话，那共同决定了今天的时间。大总统启动院际协调，目标抗击国内外政经局势，增加院际协调甲合作，也个凝聚调解共识。暗过要参加的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雄兼任宪法法庭审判长，民进党团提出的宪诉法修正案释宪案，在处理当中身份真敏感。暗过司法界呼吁谢明雄应该甲总统提出建言，赶紧补提名大法官竞选。这个宪诉法实际上只要总统在这个协调的时候提到说，他会尽速的把这个还不够的人数不够的这个大法官提出合适的这个人选，这马上就这问题就解开了。另顶礼拜，立法院调解协商处理选罢法复议案，加开议的一期，不过因为民进党团无签字，11早起会先举行谈会会。柯建铭一直跟我丢昂菇桂吧，丢了4颗昂菇桂给我。今天协商不成就开谈话会，然后决定明天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柯建铭他要怎么闹，那就由他去闹。那目前谈话会我们确实明天会召开，那可是到底他们会不会再出奥博，会不会甚至再更改议程哦？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希望他们可以遵照当时他们自己所谓的说法。不过立行也表态，目前也有沟通的时间，按照规定，那总调郭建铭伫70下班进行签字，就应先去谈会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今仔早起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早起上低温是伫苗栗三湾只有5.2度，也毋过寒流已经减弱，温度会开始回升。今仔个明仔载早暗的温差会真大。拜三元宵全台湾拢会落雨，中南部阁有东部雨水会较高哦。拜四甲礼拜阁有2阵的东北季风会影响台湾，所以天气会较凉冷。拜一日头总算出来啊，天气有较温暖，这波寒流持续减弱，日时各地头会回温到20度左右。不过拜四阁有礼拜，分别会有2波东北季风落南，到时阵会感觉较凉冷。在13号的随着东北季风的增强的影响之下，我们在北台湾其实各地的气温呢都是比较偏降低的情形。那各地的低温呢，虽然不至于有这种普遍10度以下的低温，但是大致上面还是可以感受到比前面的2天的气温在下降1-2度。整体来说，各地的低温约在14、15度左右，感受上面比较偏凉一些些。也若拜三元宵节有民众会去看灯会出游，气象署表示，拜二暗开始受风面阁有南风混合影响，水汽会由北到南影响全台湾，尤其中南部甲东半部地区雨水会较高，预估会持续落雨落到拜5。
这一段期间受到南方雨系还有锋面通过的影响，全台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比较增加了，而且要特别留意在中南部还有东南部的这一带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其他各地也都是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形，所以说明显转雨的情形是在周3、周4的这2天，到了周5水系上面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各地还是会有一些零星到局部的降雨。气象署表示，拜5开始水气会较少淡薄，不过拜6礼拜因为阁有新的一波锋面影响，北部、东半部部分地区有可能会落雨。气象署讲，虽然降温无到冷气团的级数，不过因为水气一波一波来，民众游玩会感觉淡阁冷，提醒民众出门爱扎雨伞。金门马祖地区较高大雾，也要注意行车安全。记者张家嘅林玉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台中市的警方在掠啉酒赛车后，查到2个骑倒摆个未成年的少年囡仔，其中一个姓张的少年人骑倒摆落跑，另外一个搭车等的人就落跑。警方是查一台乌倒摆载去遛人，嘛顺利掠到人咯。结果发现讲，这个骑倒摆载警察的，竟然就是迄个落跑姓张的少年囡仔。2名骑普重机的骑士通过路肩点，排气管发出巨大声响，引起远警注意。当远警要求2名驾驶停车接受检查时，2名驾驶假意配合，却在远警靠近时突然加速逃离现场。远警随即发动追查，并请1名路过的张姓民众协助拦查，最终将逃逸骑士拦下。没想到，这位张姓民众正是刚才逃逸的张姓重机骑士，立即示意停车，虽拦停无果，事后仍通知取到案。这2个违规的少年囡仔拢只有17岁，互警方是以无照驾驶、佮拒绝临检，跟真侪违规，除了车佮牌照拢互扣押，嘛会收到罚单哦，相当涉嫌罚40万。云林县倒落一间航马店，昨暗10点着火，消防局到现场的时候，规间店拢烧起来咯。虽然火是真紧就拍花，也毋过哦，规间拢烧了了。加再来的店员、来的人客，伫第一时间就逃出去，拢平安。着火原因哦，爱个调查。9号暗时10点左右，云林倒落市一间烧肉店传出火灾，消防局接到报案后，派出9台消防车，总共24人前往灌救。消防人员到现场时，已经全面燃烧，浓烟不断窜出。到来现场以后，现场1楼已经全面燃烧，那火是在10点12分获得控制。那目前10点14分已经进行强火处理。那现场因为比较密闭的一个空间，浓烟相当大。消防局表示，火灾发生时，现场有2名员工和2名顾客，好佳在第一时间拢安全走出来，无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因火势相当的大。第一时间造成规个店家差不多拢烧了去。第一时间根据员工表示大概是他们的一个抽烟的一个风管产生的一个火警。我是10点的时候在我们家就闻到烟味，打开窗户一看，就已经有火花，就是有看到明火就对了，有火焰这样的，我就跟我妈妈赶快下来。消防局就讲，经过初步了解，这件火灾事件。伊是因为油烟排放管起火，燃烧的面积大约80平方公尺。但详细起火原因和责任归属，阁有待进一步调查和厘清。公司新闻王伟雄为您报道。高雄对后礼拜2开始哦，因为治疗站的管线要换新，所以有15个区要停水55点钟。洪山大寮跟南马溪8个区哦是全区停水，大约有48万7千户受影响。虽然会有水车甲加水站哦，也毋过有的店家是真烦恼，讲生理会有影响，洗车业者嘛可能就爱休困咯。将饮料装好了后，南马溪这间早餐店的头家娘就赶紧将鼎摕来洗。开店做生意，万拢爱用到水。但是包括南马溪在内，高雄有15个行政区对1开始要停水55点钟。其中南马溪、凤山大寮8区，包括产业园区是全区停水。无论是徛街也是店头，大家一听到要停水，停3、4天，拢感觉真无方便。基本的，阮的碗盘啊、位册迄拢无法度洗断啊。这是一件足麻烦的问题，卫生问题啊。然后就是基本咱徛街嘛共款啊。你敢若便所，这无法度洗，这是足无方便的代志啊。欠水啊，无水就休困啊。欠水你要哪欠嘛？你敢有水塔是啥？就用遐水桶落去欠嘛。
啊，欠偌济算偌济啊。那会停水停3-4天咧？自来水公司讲，主要是高雄得了站的设备爱换新，因为施工的难度较悬，才需要停水停遐尼久。这摆停水停55点钟，那民生用水受影响的也包括南科桥仔头园区、仁武、大社等等的工业区。自来水公司会安排水车甲加水站，而且也会协调净水场，和受影响的厂商用水车来载水。本处已规划加水站96处。自由水车10辆，以及其他区处支援16辆，以应民众用水需求。目前仍持续与地方沟通协调增加中。本案停水期间受影响的工业区，本处已规划澄清湖净水厂及北岭加油站，供受影响厂商水车载水。民众虽然感觉停水真无方便，不过也是会当理解配合。自来水公司强调，民众会当先欠水，因会继续甲地方协调，增加加水站的数量，将影响降到上低。记者柯卡祖、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1号前往超级杯卡球赛哦，伫忽然之间后，伊嘛宣布讲，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阿鲁米的产品，拢要扣25%的关税。南韩、日本甲台湾是亚洲3大钢铁的出口国，所以影响是真大。另外，川普伫电视访问嘛强调讲，好野人马斯克带领的政府效率部会协助来找出联邦机构几啊千亿美金的弊端。伫咧坐空军1号机纽奥良要看超级杯的半路，美国总统川普伫咧会议顶宣布，对所有进口入来美国的钢铁甲阿鲁米制品，要扣25%的关税，包括自加拿大甲墨西哥进口。Any steel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have a 25% tariff. What about aluminum, sir? Aluminum too. 10%? No, 25%. 25 for aluminum. 25 for both. Nobody can have a majority stake for U.S. Steel. They can for other companies, but not for U.S. Steel. I think you agree with that, right? 南韩、日本甲台湾是亚洲对美国上大的钢铁出口国。自从2008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接替中国伫咧美国的市场，即马恐惊是第一个受影响。川普也强调，拜二或者是拜三可能会宣布对等关税。也就是讲，美国出口的商品，若和任何国家扣关税，那呢，这个国家的商品要入来美国时阵，也会和美国扣关税。另外，由亿万富翁马斯克所带领的政府效率部，将会斗相共找出联邦机构内面几多千亿美金的弊端。Maybe in 24 hours to go check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s going to find the same thing. Then I'm going to go to the military. Let's check the military. We're going to find billions,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fraud and abuse. And you know, the people elected me on that. 川普重申检讨五角大楼支出的必要性。国防部的年度预算超过8000亿美金。川普讲，马斯克伫咧制止无必要支出方面帮助正大。伫咧问到是毋是会信任马斯克，会正公平的摕掉浪费性支出时阵，川普是讲马斯克甲伊的事业未因为主张政府效率部而得到什么好处。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来看伫法国巴黎举行的人工智慧行动高峰会，今仔开始咯。总统马克宏是表示讲，未来几冬外国的投资者会来投资法国人工智慧，1000亿欧元，大约是新台币3.7条。马克宏嘛呼吁欧盟应该放入相关的法规来鼓励创新。人工智慧行动高峰会催站进行，法国总统马克宏接受专访，伊讲全世界真侪国家的企业伫咧 AI 领域互相竞争时阵，法国也无输人。宣布法国版的生态之门，有企业已经同意未来几年伫法国投资。109 milliards d'euros d'investissement dans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sur les prochaines années. Qu'est-ce que c'est? C'est exactement l'équivalent pour la France de ce que les États-Unis ont annoncé avec Stargate, c'est 500 milliards. En France, je ne crois pas que ce soit pertinent de bannir une technologie en raison de l'origine de son pays. Et d'ailleurs, on n'est pas dans cette approche-là. 生态之门是美国一间人工智慧合资企业，由 OpenAI、软体银行、加高本家投资公司 MGS 联合创立，也是美国总统川普伫咧推测，目的是要维持美国伫咧 AI 领域的全世界领导地位。即马由马克宏甲印度总理莫迪联合举办人工智慧行动高峰会伫法国进行，人工智慧的地缘政治将会是重点。世界领袖、高阶主管加专家。要把这项快速发展的技术整合成做几多项协议，全力推测。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sending his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while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is sending hi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cused on AI safety and risks, but there'll be an expanded menu of topics lik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clusivity, open access to data, and public interest AI. The question really is, will the U.S. sign on to any of this? 对法国 AI 计划相关资金目前有包括加拿大投资公司布鲁克菲尔德200亿欧元，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提供500亿欧元。在此之前已经知影 Google、亚马逊、微软甲 Meta 等大型科技集团今年会投资3000亿美金，进一步扩大 AI 的资本。DeepSeek 将开发出低成本的 AI 模型。马克宏讲，法国就要加速投资。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过来消息来看，发起罢免国民党立委鲍昆萁的国民团体是指控讲有户政人员去因的处理问代志，后民众是真惊吓。花莲市的户政事务所表示讲，一切拢依照规定办理。花莲地检署嘛表示讲，有收到民众检举的资料，会分案来调查。花莲国民团体伫今年1月开始伫家路受罢免国民党立委鲍昆萁提起书，无到1个月就超过2000份。伫1月初3送中选会，毋过最近传出花莲市户政事务所的人去民众的厝内查登记人是毋是本人，有民众是质疑根本是查水表。这种行为不就是要让民众去害怕，甚至说让民众会觉得说，他的资料跟他的个资都会泄露。花莲市户政事务所表示，一切照规定。县府民政处也表示，绝对无查水表的代志。不过，依照中选会规定，查核身份只有选委会用邮件寄送的方式，袂有人员亲身去的行为。不是，我们没有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查这个事情啊，我从来不知道这从哪冒出来的。因为这个是中选会、选委会他们配合。好，那他们依照他们这个我不清楚，但我们没有做相关的指示或者查，这个没有这种东西。有地方民意代表认为，县府技术查水表代志，检调单位竟然想要用行政措施结限，希望大司法小事，不过也是有人看不落去，事后到花莲地检署告发。中选会这边已经也提出了，就是说，做法是有疏失，而且是明显违法嘛。如果在你接下来还有遇到所谓的人员亲自访查啦，请各位都一定要在及时的当下拿出手机做录影。花莲地检署表示，已经收到最高检提供的民众检举的资料，目前已经分案调查。另外，北部资料查对中选会表示需要30日，那审判就应进入第2阶段。公视新闻花莲报道。来看新北市中和的私立的春秋木园哦，去年6月因为崩山造成50多座的墓地损害，家属成立自救会指控讲业者无做水土的保持。监察委员调查嘛发现讲，新北市政府甲望安乡公所亲像有独立业者嘛纠正新北市政府，这案嘛已经移送法务部调查。在相片内面看到三墓地大范围崩坏，有90个墓损害，观察骨头腐烂被秀出来。也甲规道卡，搁互土石砍掉的。这是伫新北市中和的私立春秋墓园，墓基的数量有1300多座。去年6月因为大雨造成三墓地崩坏，根据统计有54座墓的墓基损害。家属也批评业者多款电业公司态度消极无作为。因为我从去年6月我开始密集，我都会有一段时间会过去搜证，去观察它整个地形的变化。但是它很明显的，它是一直在往下掉，都没有做。就目前的情况，可能不是因为有现然的骸骨在里面，所以没有办法做水保，而是业者一直不愿意来做这个水保，并且也结合着地主持续的对部分的墓主做一个兴讼，那希望做一个拆墓还地，拆除地上物，拿回墓基重新销售。现场后续的紧急处理，插钢条18支，也个铺篷布。不过，几多位墓主指控业者无心经营，也无做水土保持，也个逼墓主拆墓迁地。墓主也不满新北市政府放任歪管，造成灾情扩大。监会也开始进行调查，认为墓园的经营权有争议。新北市政府也个望安乡公所，敢若是为业者配合。无采取对外公开透明就提供土地使用同意书，涉嫌盗利，已经通过纠正新北市政府有违失，
并且移送法务部追查。是不是有公务员违法失职、图利甚至渎职，让这家公司用后面不当的手段来对付躺在地上的先人监察会还讲，新北市政府应该先尽监督的责任，对扣尸骨在后复原要积极处理。新北市政府针对纠正案，目前是无做回应。因也针对内政部106年修正殡葬服务业申请经营许可办法，准申请人只要减负一定比例同意使用证明文件。监察委员也认为应该用法律来定定，内政部要疏失。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诈骗的手法是愈来愈有路，真正是爱洗利哦。有一个富人人哄骗2000多万，警方调查发现，讲诈骗集团是先假做是伊的亲情，佮利用假银行员，佮有假警察，伫咧讲电话过程叫被害人着莫挂电话，直接卡165去查证，所以骗到富人人。刑事局嘛强调讲，若对方要求讲电话莫挂断，直接卡165，就是诈骗。警方伫银行库藏甲行员拍拼阻止诈骗，也毋过搁较安怎挡又外有漏交的，都有一名老妇人人接到诈欺集团的电话，假作伊后生讲欠钱急要用，妇人人无怀疑，将80多万用临柜会议室的无共的口座。后来再过了2个礼拜，然后对方又说：“你之前汇的账户其实有个问题。”再把他转接给警方跟检方，然后去跟他说明，然后最后呢，就是他甚至还去抵押自己不动产跟解保单的动作。犯罪集团食了财味，案发了后2礼拜，搁卡互被害人。这摆假做行员讲，当初汇款的口座有问题，叫老妇人人唔通挂电话，哪通电话哪输入165。转互警方查证，妇人人真相信，所以搁互假警察引导到假警方，最后立即哄骗了，搁用保单加房产抵押借贷，拢总损失2000多万。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吧？我觉得应该不行，应该用另一只打比较正常一点。但我觉得应该还是，毕竟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可能还是会有人想试试看。通话中我就没试过了，应该不无可能啦，但是还是要查证一下。诈欺的步数真多，实在歹防，尤其假投资受骗的案件，一直是每日的帮手。警方分析，最近也有不法集团看准金价起，以黄金保台当诈术，写民众投资，即马骗人的手法多变，诈欺伫国内反行。伫政府有效打击之前，民众的自保方式都是爱提高警觉。多做查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卫生局今仔公布去年113年违规广告的情形，食品、药品、佮化妆品等违规广告是罚款669件，罚7588万哦。其中是以食品违规的广告460件，罚款5000多万上济。就是这种拉贝精粹饮，业者讲应利用汉方萃取精华，达到乱用子宫、有防子宫提早老化这疗效，看效医疗效能，违反是案犯，互台北市卫生局开罚。这是去年食品违规广告累计再罚上济产品，去年总共处分28件，再罚金额高达694万。就会让民众误以为，就是说，它这个拉贝精粹饮就可以改善身体因为寒凉而导致的一些雌激素的问题月经周期失调、经期症候群，改善不孕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去年113年违规广告查缉，食品广告上济有460件，总共罚5204万。第二是药品、医疗器材有37件，1340万；化妆品有172件，1044万。进一步分析发现，违规食品广告当中，用讲提悬免疫类的是占第一个，第二是减肥散心类，也佫有皮肤美容类。预防癌症、清肺止咳化痰、治失眠、治疗泌尿道感染、或者什么强筋壮阳等词句呢，就涉及到医疗效能。卫生局表示，一般市民商买食品，敢若提供人体所需营养素甲热量，无有提升免疫力、减肥散心等，看似改变身体外观功效，佫无法度达到预防改善或者是预防疾病这医疗效能。提醒民众买之前，一定要停看听。冷静思考是毋是有帮助？详细看包装的资讯，佮请教医师这专业人员的建议，才袂开钱，佮无效果。
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外界烦恼讲劳保恐惊会破产，劳保局统计嘛指出讲，去年的前11个月，劳保的保费是减少606亿哦，是8年来减少上济的一年。专家嘛分析讲，这甲咱国内人口老化、佮有少子化、佮有通货膨胀是有关系。嘛建议讲，劳保的制度应该爱修改。劳工届龄退休符合资格，就会当开始请领老年给付。不过，各界一直聚焦劳保破产危机。根据劳保局发布的统计资料，2024年进前11月，劳保普通事故保费欠达到大约606亿，连续第8年收支逆差，更加是创8年来上悬的金额。年金给付是活到老领到老嘛，哈，那所以它的给付支出具有所谓的雷滚的效果，拨补的金额今年度是1200亿嘛，那加上疫后的100亿，一共1300亿嘛。其实我们整个劳保的整体的收支是顺差是2289亿。根据统计，2024年1至11月底，老年一摆给付有8.2万人，请领786.2亿。年金给付有186.2万人，给付金额达到3813.9亿。劳保自从2017年头一摆出现欠275.3亿，了后开始逐年升悬，恐惊还未停止升悬的趋势，因为分析原因甲高龄化、通货膨胀有关联。就是说少子化，过去这几年来，我们的就业其实并不是很安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典型工作者，就是所谓的部分工时者，其实占了我们劳动的人口也是很大的比例。他的劳保投保集聚是很低的。另外，最近几年全球通膨升悬，劳保局2024年就调升8年度90万退休劳工的年金给付。调幅上悬，有价达到7.59%，和收支实行会继续增加。专家表示，除了政府爱好好的检视劳保结构，现代人薪水平均升悬，也有减采的特性，也建议调悬劳保给付，放宽职业工会投保限制，增强劳保的收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去年台中的捷顺交通公司传出讲欠驾驶佮行政人员的薪水佮资遣费700多万哦，官司拍一冬外，已经有50来个人拍赢了，嘛申请劳保局先来赔偿。也毋过外界是批评讲，市政府应该爱提出如何积极的办法来保障员工的权益。市政府嘛表示讲拍算未来会伫契约来规定讲，补助款就爱先用来付驾驶的薪水。去年2月有真侪公车司机出面指控，台中捷顺交通公司欠司机甲行政人员的薪水甲遣散费拢总700多万。目前是有79个司机甲行政人员提出民事诉讼对讨，已经是有56个人胜诉。有要去调解，老板都没有出席啊。我的部分大概20万左右。捷顺交通2023年因为经困难公布停业，除了伫台中共济集团伫咧桃园、云林、阿里山，嘛传出讲有欠薪水。2024年发付基金会代替75个员工来提告，另外有4个人是家己提告。目前是有33个人已经领到劳保局的代偿，23人也等咧申请，各23人也咧拍官司。有民代认为交通局2024年有承拨1709万补助款予捷顺交通，不过因煞无承补发员工的薪水，市府应该有相关的规定。营运所得，不管是正的或是负的，所以债权优于股权的状况之下，你其实应该要先付这一条这个款项给员工嘛。于去年客运业者会议上，多次要求客运业者应将相关补助款优先给付驾驶员薪资，并持续提升驾驶员劳动环境。补助款优先给付驾驶员是否明定于契约中，交局已在研议中。捷顺交通停止经营，电话嘛已经敲未通。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已经真侪届要求业者应该甲相关的补助款摕来做司机的薪水，讨论未来会甲写入去契约规定，保护员工的权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今年1月2日，嘉义大埔的地震已经20几天了。最近寒流是一阵又过一阵，也毋过阁有10外户的灾民目前阁住伫埔旁。台南市政府目前嘛赶紧的整理淡水分署的旧宿舍，要予灾民搬入去住。
天气真寒，南西湾区居民一透早起床，就赶紧烧茶烘烧。福家在这几天有公所提供高的棉被，互因袂受风寒。家己大埔地动到单已经20几天，南西湾区地区也有10几户，也待在起地庙头前的棚厝内底。恁要安怎？敢有啥物被啊？啥物件通用？有啦，有被啦。啊是，无通倒来堆。啊，是向互恁的啊？公所的。只是想回去住啊，就是想回去住啊。但是现在还是一直在余震。余震啊。想说要去收容中心还是什么？太远了。太远了，对哪来中？靠近国远呢。哦，你们这边大面锅还有一段就对了。对啊，然后棉被多放一点，然后多盖一些啊。还是会感冒啊。民众坚持待在家园，唔愿离开。台南市府规划提供南水事故宿舍做新的安置地点。初十一透早，国军派人赶紧到整理环境。差不多1天的时间，会当整理17户厝体，佮加上早前已经完成的17户，拢总会当提供34户。所以水利署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让我们进去来清理。清理完之后，我们完成法定的拨用程序，那这个就我们来管理了。有34间国军剩下17间要清理国军的任务，感谢他们。公务局要进驻来粉刷墙壁，来清理那个卫浴啦，或者是其他内部的地方，然后那该更换的设备把它更换起来。云飞特夜前往詹文青年中心感谢组织投入修复工作，针对也无大单，不过部分损害的厝体，也会透过组织核调专台、各县市有建筑，也有水电专长的职工协助灾民修复，市府会全力进行灾后复原的工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前2日度，台东有民众伫台东大学伫本校区附近的果子园看到一只流浪狗的头和塑胶桶脱掉的。早起台东县动物防疫所嘛派人去处理，也毋过这只狗是一直走红路，是真恶处理。来，哥哥来。这只黑色的流浪狗头去互塑胶桶脱掉的，有人挖见就走。社团发现浪爱友助协会看到网络提供的信息，特别为汤圆赶去台东摕麻醉吹剑，想要抢救这只汤仔狗，要么一看到人随着走，而且狗园的范围真大，救援真困难。民众2日前就发现这只汤仔狗出现在台东大学日本校区后壁公园，因为公园的4khu位环境有真侪农用的塑胶空桶，也有资源回收场，初步怀疑可能是这只流浪狗想要找食，将头伸入去塑胶桶，无细力就脱掉的。这个塑胶桶里面可能有食物，它为了要吃里面的食物，它塞进去，结果一塞就套住，出不来了。台东县动物防疫所早起派出兽医甲测检工作人员到现场协助抢救，也毋过到目前为止也未发现这只流浪狗。动防所表示，一旦查出是人为口毒狗的行为，会依上法办。有相关证据，然后都被我们查获的话，最高可以罚到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20万到200万的罚金。这样。动防所提醒，已经有不少野生动物甲流浪动物，互民众乱弹的废弃物脱掉身体。呼吁民众处理塑胶废容器，上好是对河边回收，唔通乱弹。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内政部国土署去年投入48亿，要来提升行人的安全。明仔载就要开学咯，有民间团体是投入6都19间学校来检视学校4khu位的安全哦。结果全部拢无及格，分数是个真低。民间团体是呼吁国土署应该严格来监督计划的效果。不间断。步行空间不间断，加强照明与能见度。拜二就要开学啊！民间团体大声发出诉求，希望确保学生的交通安全。因为国土署有投入48亿的经费，要改善校园4khu位的交通安全。不过民间团体抽查6都内底19间学校，发现平均分数无到60分。我们针对所谓的看得见以及我们的来得及的部分去做环境上面的一个检视，及格分数是60分，但是我们这次检核的结果呢是33.79分，所以可见呢这些学校在虽然已经通过改善了，但是改善完的结果还是差强人意。民间团体表示，其中分数上低的前3名分别是台南立新国校16分、台中瑞穗国校20分、新北中庆国校22分。民间团体指出，这些学校拢有几个相同的所在，包括电手挡着视线、行路空间无连续，加上暗时的路灯无够光。
校园周围的人行道与骑楼虽然经过整修过后，但是呢，路面仍有破损，并且存在了许多突出物，像是电箱和植栽，这些都影响了学生的行走安全。根据道路安全白带，伫咧民国113年的调查，台湾有1233个儿童发生轻灵交通事故。民间团体希望国土署既然补助48亿的经费，就要提出成果，重视校园交通安全。针对民间团体批评，国土署也未做出回应。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罕见疾病结节硬化症是一种会影响真侪器官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智能。今年6岁才打出世就放热胎，送到病院，嘛发现讲得到这款罕见的疾病。当初照顾伊的查某医师是认为讲伊家己上适合来照顾伊，经过真复杂的收养的程序，伫去年已经真做是彩正式妈妈。咱嘛做伙来看这真感动人的故事。伫真侪镜头之下，一点仔拢唔惊，伊是得到结节硬化症甲多种障碍疾病6岁罕病的囡仔彩。伫甲后病帮照护之下日子，互新生儿科医师王庆安下定决心，超过爱甲疾病界线，经过真侪年繁琐程序，成功收养彩。他在2个月大的时候发展也跟一般孩子一样，那所以他很快就用。那我会觉得说，用我的专业这样照顾下，有没有可能他在结节硬化症里面的表现其实是最好的？为医生正做妈妈，一度是真无简单，尤其是结节硬化症是一种影响多种器官的罕见疾病。伫无共款成长阶段，拢可能出现病症，可能是心脏或者是脑部发出肿瘤，发生样形。囡仔时期出现白斑，或者是脚会被误认是青春痘的皮肤血管纤维瘤，若无赶紧治疗，可能造成智能受损甲学习障碍。以我个人的经验，是因为小孩子癫痫，那我把它当成普通的癫痫。后来慢慢长大之后，有其他的临床发生的时候，还做深入的检查，才知道是结节硬化症。每一年逐步的都有非常多相关的药物能够纳入健保给付，我们纳入健保给付。那没有办法的，比方说一些孤儿药的部分那只要是在条件或者是适应症的部分能够符合，我们也都全力来做协助。健保罕病预算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不过为确保今年的罕见疾病甲血友病的专款预算差不多是180亿。亲像王医师甲彩组成的家庭真少看到，希望因的温暖故事能鼓励更较侪罕病的家庭。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推广母语文化，台南市教育局台南生活美学馆合作，做伙办理咱话咱的话展览有真侪各种各小的囡仔，用各种无同的角度画出因对母语俗语的理解，唔但互大家看到囡仔的创意，嘛互人感受到这囡仔对母语满满的热情。老师咧讲课，下届学生拢听无到底咧讲啥，囡仔就家家己画做鸭，咧听现鸭听落意象。另外一百咧画虎城传统做白架的咧，这创作全拢是囡仔对母语的文句参俗间的理解，每手透过丰富想象，加入色彩，甲画做图。今年南市教育局以咱画咱的话做主题，对去年9月定选，拢总有2148件来参赛，因经48件来台南生活美学馆做展出。了幸了好，唔通了到恰查某，幸真可怕，好嘛真可怕。但是我感觉拢无我妈妈骂我的时阵恐怖。老马谁气不爱谁才乖。有一天他在上班的时候呢，就被水喷到，他觉得自己很衰，然后就很生气，踩到了狗屎，上帝姐了，他拍掉了。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就中了彩票，他就觉得很开心。展览的创作元素唔干那台语尔，佮包含客语、原住民族语、参新住民语等等。教育局讲，这通展现语言参艺术之间的魅力，嘛讲会继续推动这款无共族群结合的活动，要互人感受咱这土地多元文化的水。咱是用真悬的规格吼，用特定的方式，互囡仔的作品吼，有一种真高尚的迄个感觉。鼓励囡仔后摆佫继续往这个生活美学，也是讲艺术这方面。母语的推动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政策。
嘛是教育局长年以来交所有的学校共同咧努力打拼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育工作。展览等到2月2日，特别的是台北图拢有 QR code 扫落去，就当看到小画家小解因的设计理念。这个展览唔但让大家看到囡仔的创意，嘛让人感受到学生对母语满满的热情。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阿东温女子出兵500公尺，但用得搁再甲人车拼，落尾的成绩是38秒88，伫所有选手内底是排第5名。虽然无法度上台去领奖，伊讲有淡薄仔失望，也毋过已经是袂歹的成绩咯。台湾女子选手陈映哲伫500公尺项目排伫咧第6组，甲来自南韩的选手共场竞赛，因过一个示范无在，小可有出去。到第100公尺时阵，陈映哲全力冲，成绩是38秒88，伫4位选手内面排第5名。伫比赛后，伊讲有淡薄失望。最后一个弯道压力没有压好，所以有一点小失控，但后面有赶快再稳回来，所以过程中其实还算 OK， 但还可以再改进。对，虽然无提牌，不过成绩是袂歹。陈映哲讲，也会继续努力，把缺点改过来，搁要拼冬季奥运。把自己的技术、速度慢慢的一直提升，然后到时候就是用最佳状态来挑战冬奥。同款也尽力的，也个隔壁得到 F4。台湾伫男子1000加5000接力拢有晋级。一开始是男子1000公尺半准决赛第2组，台湾的蔡家辉无下河马90号，甲包括中国、南韩正强的对手共组，上面蔡家辉成绩1分29秒972，排伫咧小组第5名，无法度晋级准决赛。对自己的原本预设的成绩高了非常多，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比的就是非常好。过来男子5000公尺接力准决赛，咱甲中国、日本、泰国共组，激烈竞争了，咱的成绩7分31秒168，本来排小组第4，不过因为泰国犯规成绩被取消，台湾以小组第3名进入决赛 B 组，成绩7分15秒589，摕到第5名。透过大家稳定的去思考着如何比赛，然后稳定的发挥，到最后也拿下了不错的成绩。得到竞速出兵选手表现正赞，要继续努力拼后一届亚冬运的颁奖台。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亚冬运的冰球哦，台湾虽然无拼入去决赛，也毋过伫咧对香港的比赛，进攻甲防守拢有真好的表现哦。落尾是以6比1攻赢香港。亚洲冬季运动会女子冰球预赛，前白衫的台湾队无缘晋级决赛。伫小组赛上尾一场比赛是对进前已经连3败香港。第一在前段，香港射门的次数较侪，不过咱守门员齐祖廷，佮在展现动枪铁壁的防守，守甲正严，甲几粒射门拢挡来。伫第一节中段，台湾把握攻击的机会，先摕到1比0。这球也是张文妮伫咧这一届比赛入的第2球。那球虽然有点突然。但是进的时候大家都蛮 shock 的，但是还是带起了大家的士气，然后后面才会打得这么好。第一节剩3分钟，台湾各有攻势。伫门前，高伟霆接到队友的传球，反攻射门。到第2节中段，10岁黄文竹摕到球了，直接加速来到门前，闪过守门员了，射门提分。黄文竹攻入个人伫这一届比赛第3球，无过了19岁张文伟伫咧2波攻势内面攻入台湾的第4加第5球。比赛结束，台湾6比1赢香港。就是很开心，大家可以打完60分钟，然后都是就是尽全力，然后打到最后一刻。台湾女子冰球队伫这一届亚冬运上尾成绩是第5名，奋战的精神，互全亚洲拢看到台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第59届美式卡球的比赛哦，今仔是伫美国的纽奥良起鼓，成1亿外人来收看。今年广告的介绍嘛，冲到30秒就要800万的美金哦，是史上上悬。It has been a banner year for the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or should I call it the National Foodball Leagu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football has been a conspiracy to make us hungry. And we'll call this a pigskin, make people crave bacon. Bacon. Everybody loves bacon. I love bacon. 美式卡球甲美式卡球，奥斯卡影帝马修麦康纳伫咧这支超级杯的广告内面，
甲一大堆甲食物有关的味，摕来甲美式骹球连结。伫过去，这个广告商因的手法就是，好食惯势哪食哪看比赛人，唔免搁传叫外送就会使。估计这届超级杯收看转播的观众超过1.2亿，业者当然爱抢这个胜利。今年全场直播比赛内面80多支广告，其中一寡时段30秒就要800万美金创纪录。$8 million is a lot of money for a corporation, but there is no better moment to get your brand messaging or awareness out there. They're not leaving the room, they're not fast forwarding through them. What's really special about Super Bowl ads is it doesn't just end with the 30 seconds or the 60 seconds on television.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em. 虽然动作上慢，启动到玻璃门，或者是互走卡倒会，这种就是叫做百叶症候群。真侪人伫前一暗看超级杯了，第二天上班的时阵反应拢慢顿。超级杯广告商真爱用高水的动物，也定定找一寡有名的人伫家己的广告内面出现。亲像有名的美乃滋品牌好乐门，就是梅格莱恩加比利克里斯托重现经典的电影，当哈利拄到莎莉，大家正熟的一寡电影的内容。由以前唔捌买过超级杯广告的品牌，也想要试看落重本的效果。亲像真有名的冰淇淋品牌哈根达斯。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